潮水打定海船，打出一蕊蕊正正嘅浪花。各看一片，高高嘅山在雲霧當中呈現朦朧之美。你喺台東海岸線，本然去了無上將嘅好風景。台灣後山台東縣有着多元族群融合嘅特色，既保嘅客家移民，更加豐富呢片嘅人文風采。尤其係最近一擺，因為香茅產業嘅遷徙。48年噶就80歲仔咩，佢遇到災民吼，就過來東埔尋頭路咩。啊，到民國50年代初期，民國50年噶香茅就去價錢真好，啊，都好多人來呢片上菜過來呢邊種香茅。當初移民到台東種香茅嘅客人，主要係看中意呢一片嘅氣候。第一點，佢呢邊都較唔好像西部咁冷啦，嗬，像北部香茅佢càng冷咪，嗬，像尤其落霜佢就不順許到啦。第二點，像啲香茅佢種喺山區嗬，佢生長嘅強怕佢時就落水啦，嗬，啊日頭愛充足，啊割香茅嘅就強落水，啊因為啲新開發嘅所在嗬。啊，培植來土質就真好，哦，唔是不用培，它唔是那個農作，佢苗栗像苗栗一年做得割2擺，佢呢邊做得割3擺，哦，產量就好啊。唔過大約10年嘅好光景，聽到香茅產業嘅沒落，呢啲客人唔係轉作，就係上菜離開台東縣。等到55年以後，都冇辦法做得咧，就。像啲平地所在，他們都改種甘蔗啦，嗬，還有都種石茄哩條。等到60年代以後，嗬，睇看農務事啊，啊，都上菜都搬進西部啦，有的就搬去台北啦，慢慢都係啊。呢下到台東縣，我尋到當初因為香茅移民嘅客人，其實冇簡單，因為已經冇任何嘅產業分支是得看到。只是在透過田野調查嘅方式，啲隻技能是到台東種過香茅。像75歲嘅賴進寶，40萬年前就會對台中後里曬到台東市嘅香茅農。後生嘅晚嗬，叫香茅啦嗬，叫香茅啊茅草來割啦，啊到尾嗬台東呢片。香茅1度啦，啊今晚民國52年今晚嗬，一斤香茅就200塊，哦，啊硬是上講啊落兩買油啦，今晚為按阿沙律師講，硬兄弟硬有6屆兄弟啦，啊硬心態啦，哦啊介行啊無乜嘅收入啊，啊阿爸佢啊做田嘅人嗬，啊無乜介樣啊身體無好。我係想講來了行嗬，看做生意看做得起嘛。因為叫香茅，賴進寶改善自家嘅經濟，這就冇幾多年嘅時間，香茅產業當好嘅利潤已經冇咧。呢片嗬，工程太貴啦，按人講像泰國嗰片嗬，一公嘅錢將50塊啦，啊。人哋行千萬條，算唔會貨啊！唔係講香茅有樣順，唔係安尼，唔係安尼，算唔會貨。叫香茅嘅食品攏含有，賴進寶唔願意安尼就放棄，所以每項佢家提煉，希望佢真有維持自家嘅產業。到尾香茅較冇咧，啊就民國70年，今晚是做了啦，做了迄種汽油哈，啊想講，迄種汽油怕以後安尼啦，啊今晚7粒菜呢，用7粒菜安尼土姜呢。講唔認輸也是得，講落地生根也好，賴進寶營業目已經帶到台東40萬年。同賴進寶相關，留到台東縣嘅客人，還有一位東河鄉嘅石茄農陳秀雄，68歲嘅佢，17歲時
就对苗栗通宵过来了片头口阿哥。阿哥咁樣左邊推動咗那個時代都幾成過來，邊阿橋嘅，邊阿橋。阿哥來做乜㗎？來咁樣都去打工去聽做，了嘅時節，感覺到梗係做咩冇辦法，啊都個山檔行俾連盤體用，我可以開到種東西啊呢。種香茅。種香茅呢。陳秀雄屋擺呢個路係當年屋下叫香茅流落來嘅機器，經過風吹日曬，呢個路也漸漸加團辛苦嘅日。種香茅些都真辛苦嘅，太真哦，有冇？也落來真有冇？嗰陣時嘅人較冇，頭腦較冇發達都用落去一次嘅，等下是我嘅起來去有冇？蒸了3-4個小時以後，我拿起來哦，都用夾的啊，那個是要用體力啦，體力要一台啊。拿台嚟做吼，哦，意思就做些按部就叫香茅，侬愛輪班有冇？我寫話一直蒸啊，這樣，那蠻辛苦的。陳秀雄講，按呢辛苦嘅日，大約維持10年，叫香茅就冇乜嘅利潤。隔壁鄰舍也上菜搬走。嗰樣是差唔多三至兩戶嘛，而做到也從菜也未香嘅哦，10個戶。嗰樣是我真想講，也愛都弄落來啊，我過去沒辦法啊，變到講啊，將就都吃未香，就在這邊分就對了，就吃未香吃啊。哦，啊都雖然講穿毛一多啊，但是還可以求溫飽嘛。哦，這樣就度到現在。呢片係鹿野鄉一座私人紙米廠，74歲嘅唐天林同經驗少錢嘅哥，編入簡單嘅紙米機，為2年來嘅辛苦畫下完美嘅句點。行頭設計嘅天順，呢片嘅唐天林大餅20年所揾來嘅。個香茅做咗也60年左右啊。冇有樹嘅，哦，香茅冇有樹，所以講大家種香茅一段時間嚟啊，咪要存到錢啊，做嚟買嘢睇，好補養啦，建立成立一個家庭啊咧。時間到咗唐天林18歲嘅時，為咗生活，佢一個人對苗栗太府來到鹿野投靠親人。我有個親戚嗬，都要去鐵路上班，叫介紹我來呀鐵路都錯啦，還有架鐵路嘅政策改革，一切都考試，所以講我冇讀書，我也個我冇法度去參加考試，所以我都做半年我都退下來，退下來時陣冇條路啊，當去山上做香茅，去山上種香茅，我有個朋友都我來寶華山哦種香茅哦，我都去個到去參加咗，本來我啲師傅當年做廠工家，我都有學到嘅。唐天林講，當時香茅有個駕駛好，搶菜愛加班。你做4-5點鐘咧，加後生啊，炒啊，咁冇安尼變，哪有咁便宜咧？冇可能嘛。所以我放工除了放工以外，個時間放工差唔多8點鐘嘅時間啦，放工嘅時間啦。以外我再做7家嘅呀。所以講我願意做超過12點鐘。1970年代，當到香茅農看到香茅生意冇咁好，上菜轉到台灣食譜。唔過唐天林實選擇繼續留到鹿野，冇其他嘅原因，就係因為量係佢嘅全部。我都講我都要去成家嘅啊，點樣嘅啊，我不用土地啊，我要買到地嘅啊，所以講我都要去吃，我冇想到，至於嗰邊冇地啊，係冇，我人多數嗰邊是人做廠工嘅人啊，我冇法，所以講我要去基礎大餐，我都得吃。因為香茅，唐天林冇安天嘅日，總算有了落腳嘅蔬菜。也可能也係台東嘅香茅故事地擺，而家係冇相關嘅片段。香茅同樟腦，以前本人看作係客家產業，因為佢能同客家族群嘅經濟、文化、遷徙當有關係。像比南嘅曾奮賢，阿太早年就會對新竹遷徙到花蓮鳳林從事樟腦業，每項又認為香茅產業當興，所以規劃搬到比南山行割香茅。目下了團隊時，曾奮賢透過古物保存來記憶，特別嘅係佢安尼收藏
同过去农家生活的情形全部呈现出来。我们是大家族，按恁本身就有到、离到，因客家人的离到，东西，譬如农庄派离到有的是讲大部分是有卖，有的因看到爱4万多，家顶人有，并落街，因讲宝会拿出来大家来共同观赏。讲到收藏来到路头外嘅加拉货，曾飞贤要自家嘅坚持同见解。乃提到细汉时听受屋下菊香茅嘅记忆，各种辛苦到底下还记得清清楚楚。菊香茅真辛苦呢，佮香茅嗰会割盡咧，我曬，曬盡咧嗰個菊菜嗰個菇火，佮細漢寒蟲伊個香茅料呢個香茅料伊個搞有啥菇火出菜醃菜個攏含有做到。曾飛賢家族前世嘅故事，唐天年賴進步嘅表現，而家人對食譜過來台東打拼嘅過去。係當然2萬外嘅客人移民到台東縣種香茅、菊香茅嘅一部分。呢項到台東已經小時嘅產業，對當地客人係一段重要嘅生命轉變。你食譜客人來嘅東部基本上是耕田開墾為主啦。但是像啲香茅呢種東西叫做種山區古時候對啲山區嘅經濟本來呢是辛苦但是佢啲山區叫做種蠻係種嘅毛種，古時候加來嘅嗰啲客人，全部都帶山區變成個聚落。古時候你哋東海岸遷到山都還前面到客家人，嗰度就加來種香茅引起嘅啦。但是因為香茅佢行情差唔多10年添嘅古時候佢行情嗰頭了，有個人其實佢帶個老毛先咩，就辦咗古時候佢形成聚落佢冇人長久啦。雖然到台東縣，因為香茅所形成嘅客家狀態已經差唔多看唔到，不過有了到落地生根嘅人，本斷簽10年嘅台東香茅故事，是在繼續傳說。